點樣種出又圓又大嘅荔枝呢？記住以下嘅關鍵步驟就輕鬆多啦。你可以點收藏視頻參考參考。紅橙哥每做一步工作都會毫無保留咁同大家分享。大家要記住，品質先係你收益嘅基礎。我哋想種出高品質嘅荔枝，咁就要用啱方法，用啱配方，先會種出又圓又大嘅荔枝，先會有更好嘅收益。以下同大家分享一個實用嘅方法，就係用小某標壯果囊。荔枝有果有黃豆咁大呢，我哋就可以噴壯果囊噶啦。每次防蟲嘅時候，我哋都加上壯果囊去噴。呢啲係噴咗4次壯果囊嘅。呢啲果形可唔可以啊？幾昆人啊，係嘛？目前梗係未施過肥，我哋全程係用壯果囊嘅。壯果囊可以直接噴到荔枝紅頭現身，期間你冇需要加任何嘅葉面肥。到荔枝紅頭現身啦，再噴2次萬菁紅蓆式，咁就得米啦。所以你關注紅橙哥以後就冇需要為棚果蓆式選擇咩葉面肥去煩惱。未備好嘅朋友就揸緊時間備好啊！而今同新粉絲介紹一下，壯果囊一包500克，兌水1000斤嘅，30斤水係加15克或者17毫升。祝大家萬事如意，合家安康。